北雨，害我买啥也无路。甲规身躯胆高高，也毋敢小叫，我惊伊等无。雄雄倒一阵西北雨，明知一天一地倒。风台的滋味虽然艰苦，毋甘放开淡雨，我甘愿等无。好啊好，敢会当慢车路，才袂来耽误阮爱的前途。车卡车喇叭声满过路，害阮听无伊的脚步。爱情路毋惊艰苦，阮甘愿寂寞。因为有你疼爱我好，无情予你敢看无，阮心肝连锁。我远我苦，牵手这步。在雨中为你拼命赶路，望你小心脚步，奈何时间像骨在锁。两步转做三步，无聊当作散步，若是爱情注定着分拨。我让你用爱等路，你为我用心赶路。我放你用爱等路，你为我用心赶路。你将阮母仔囝拆分开，都亲像迄个牛郎嫁织女。啊！公主啊，公主啊，公主啊，你嘛拜托咧，你没有煮水也要尝试，没有尝试也要看电视啊！迄是恁囝咧，也毋是你的爱人啊！什么你牛郎甲织女哦，差者！我收来了。无输赢，5月1场，恁继续，继续。哦。总讲一句，你害死我的囝，今仔日这条线我绝对要甲你算。嘿嘿嘿，哦，足爽的，爽，这边是爽点啊。哎呦，你甲我气死的啊！爽啊，妈哦，你也骂过啊？拍，你嘛拍过啊？今仔你会去，应该爱笑哦。哼！你若无死，我会气都袂消啦！啊，你要爱我死哦？我袂见啊。大水啊！进来啦！免紧张吼，大家拢是家己人，我袂对你安怎。嫂啊，你若是想囝，另当我带来南海走一逝，求观音菩萨将恁囝放倒转来，安尼唔就好啊？你免你安尼为山为水，我观世音菩萨，一定要将我心煞收起。你哪有可能将我囝害我？安尼嘛是有影吼。大水啊，大水啊！公主啊，恁两个兄嫂小情哦，莫大家为着翁阿姨的代志，大家咧拍歹感情哦，无什么意思啊，对不对？我即摆有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，讲出来，恁两个做参考，好唔好？好，有啥物好办法？讲出来听看卖啊！我的办法就是吼，公主，先将你的芭蕉树借完。啥？你既然敢叫我将芭蕉树借你，公主啊，莫生气，莫生气，你听我讲完，若要生气，你才生气啊，对不对？我的意思是讲哦，你若将这个芭蕉树借完，啊，阮将火焰山这个火哦，都甲伊下落化去，阮事会当咧平平安安通过火焰山，也咧算功德一件，算做好事啊，对不对？到时阵无听电话，观音菩萨伊会大发慈悲，将恁囝行李啊，我咧讲有通无？有通无？好，安尼有通，通。你有通我无通啊？我恨的恁全部拢死伫咧火焰山，哪有可能将芭蕉树借你？嫂啊，我代念你是阮大个某的，所以才一定让你的。啊，你莫多，你句话要安怎讲啊？两头亲骨啦！哦，两头亲骨，愈来愈唔是款哦。唔是看你是要安怎哈？你敢拍我是唔好？嫂啊，本大神个性唔是真好哦。我不管你是欢喜也无欢喜啊，你紧将芭蕉树借我，若无我就。那我安怎？我看咱都唔借你，安怎？你好歹你甲我磕一下，磕一下。哦，看你就卡你啊，虎怕虎啊。我娘话，你若愈想想不起，你总要甲我动落去。
当然是安怎？好，你想介绍我等甲你搭一个去13天地外哦。嗯13天地外，哼，来啊来啊，我就教你要安怎去迄个13天地外。哇！老三，这都是芭蕉扇哦。是。无唔对，这支就要送你去13天外。呀！想要甲本大王引导，搁卡一个毛毛狗看。哎，古大，你输我啦！哼！你真好大胆你啊！你是偌久我了谁来哦？古大呀，你输就输，我搁要闹别人。我看你退休爱跳哦，跳啦！跳就跳嘛！本大王咧讲话算话，啊，毋过要跳进前哦，我先甲这个人小算一下。喂，你是啥？啊，明知本大王咧讲输赢，啊，你竟然互本大王闹亏啊！啊！是啦，我唔是故意的啦。古大呀，卖甲伊讲遮济啦，足久无食人肉呢。你既然哦，甲你飞来啦，咱甲太太啊，煮些人肉包骨汤，加一下菜补一下嘛吼。有你，阿东公啊，在。把这个人领走开，开人家菜。是啊。阿东公，啊你啊这啊，对啊，拜托，替我求一下钱，好，拜托啦。你来捌我？我当然捌你咯。吼，你的造型特殊啊，尤其这条电火球啊，更色色啊。哦，我穿的，我性格。哎，你袂记啊？吼，咱伫火运动见过面啊，算个是老朋友呢，对不？啊，好，拜托啦。火运动，听。对，啊！你个双五精啊！对，哇，双五精啦！哎，你两有熟悉哦？对啦！对我讲啦，有啦！吴大王啊！我甲阿东讲哦，算老朋友啦。啊，你讲老朋友，你无意思啦，对无？啊，你讲的哪会对？哈？啊，你半路你认老爸，像是你朋友啊？那唔是啊，较早咱有熟悉，啊，即摆见过面，当然是老朋友啊，对无？啊，你两个超好势啊无哈？老大王，伊吼根本就不是我的朋友啦，伊是吼小大王死对头。这话安怎讲？算唔知吼，当初是伫火运动的时阵啊，小大王去掠着因的师傅啊，讲要办终生不能言请你啊。哦，因这三兄弟啊，都规工哦来火运动哦，找小大王冤家相拍呢。哦，原来就是安尼啊。吴大王啊，这边个怪冤的啊，因为小大王哦掠阮师傅啊，我阮孙仔当然是叫阮师傅啊。吴大王，我咧讲对不对？对。哎呦，老大王啊，我看你真是哦一定个牙去啊！明明就是小大王冤仇人，你还搁咧对。吴大王啊，其实哦，这拢是误会啦。即摆这件代志哦，我已经拢说煞，我甲小大王哦，嘛已经和解啊。算起来，咱拢是家己人。你袂见笑。谁甲你是家己人啊？我甲你讲哦，小等下恁爸人甲你倒命煮的时哦，食咱这个所在哦，时阵才是家己人啦。等，吴大王啊，你甲阮师兄是换贴兄弟啦，你算起来嘛是我师兄，安尼牵的哦，嘛是家己人啊，谁甲你家己人啊？哎，绝对！你拄则讲啥？啊！我甲恁师兄是结拜兄弟。嘿啊，是阮师兄甲我讲的啊。恁师兄啥物人？
轰动武林，惊动万教，遮天大圣孙悟空。你讲伊只破教孙悟空，都是你的孙呀！嘿啦，嘿啦。歹势歹势，我你惊着！来，哎，我甲你讲伊啊，介绍者，伊就是我上好的兄弟孙悟空的师弟，伊叫做，哎，伊叫什么名？我叫山悟净啊。哦，对，伊叫山悟净啦，就是我外贴的师弟啦。以后哦，伫路头路尾吼拄着的时阵哦，大家小照顾一下，好。来，这杯酒，喊来，敬大家。啉就啉，你讲遐多。好得啦！哎呦，妈妈咪呀！这到底是什么所在啊？有啦无？我是遮天大圣孙悟空，不管是山神还是土地，甲世界出来，那无吼，我就无客气啊！来啊啦！来啊啦！大圣爷，你好哦，我就来啊，你莫搁坐抓地动啊啦。哎呀，你莫多烦我，我问你啊，这是什么所在哈？这是小鱼面山的地界啦。小鱼面山？那呢，我讲问你，这离火焰山到底有偌远？火焰山，我算看卖啊吼。大圣爷，咱南山的卖算吼，差不多50万里啦。是啥？50万里哦，你敢有算唔对啊？哎呦，大圣爷，我哪敢帮你算唔对啦？吼，一个小查某，甲我一个这尔远哦，哼！你去我雇用芭蕉士，对这来啊！哦，莲雾铁丝公主，迄个芭蕉士哦，有够厉害啊！安尼凊彩讲一个尔，反正陪来到这。无怪你会甲我弄倒，歹势啊！哎，连讲我等下，我要好好啊甲教死才对。家己人，咱就遐计较啦。哎，你安尼讲都唔对啊！恶车业主啊，若无驾驶啊，哦，我牛毛哦，伫个江湖上要安怎甲人徛起啊？你放心，我等下一定拍无互你看。对，无爱阿好落地。无啦，我凊彩讲的啦。迄对某吼，爱用爱的教育，啊若无，你真正为着我拍某花看吼，安尼才好意思啦，对无？什么意思？无意思。来，这杯烧酒吼，我替阮某甲伊回去的啊！朱大王啊，你敬我烧酒，我来加啉啦。我敬你。哎，你这样来这啰嗦，啉就啉来讲遐多，好得啦！安尼就对啊！这杯烧酒吼啉落去，所有的误会吼，拢总呼呼的吼，无准绳吼，无准绳吼。好得啦！唔对啦，牛大。带你个小叔，你跋倒来，哪会使呼呼的无算啊？你还袂跳退舞的咧？这个，那个。跳就跳啊，讲遮济。跳。
跳脱你舞，我是青天公公的娘。骨头，啊，卖为难，我替你跳。啊，你跳？嘿啊，骨头，你做大王的人哦，袂使闹鬼的。话讲倒转啊，这件代志哦，拢是我害你的啊。我牺牲小想替你，安尼嘛是应该啊，对咯？替，我跳。八戒，师傅啊，八戒，你敢若有啥物心事？你是咧烦恼啥？煞唔知影吼，我咧烦恼大叔兄甲老三，因去见迄个铁丝公主吼，还袂转来咧。师傅啊，你都无咧烦恼哦？这边哪有啥物通好烦恼咧？一定是铁线公主好客，历前甲因交代，所以才会耽误遮久啊。交代？哎，师傅啊，你都唔知影死我呢？大叔兄这抓去吼是鸿门宴呢。鸿门宴？啊，这话是安怎讲呢？因为吼，因为八戒啊，你毋是讲铁线公主真崇拜你的大师兄，所以才坚持一定要你的大师兄去互伊请，免来变做啥物鸿门宴呢？这吼，师傅啊，我坦白甲你讲啦，其实吼，迄铁丝公主就是红孩儿的老母啦。因为着红孩儿吼，叫观音菩萨收去做道地的代志吼，伊足袂爽的呢，才会叫师兄去，要找大师兄报仇啦。哪会变到安尼啦？八戒，这件代志你若无老实甲你的大师兄讲啦。师傅啊，其实吼，我嘛是不得已的，我是叫迄铁丝公主吼，叫倒转来骗大师兄的啦。八戒啊，就算讲铁线公主逼你，你嘛袂用答应伊啊。恁是师兄弟呢，人讲手骨屈机无屈出，你哪会出卖你的大师兄咧？师傅啊，我会想讲吼，你大师兄的功夫遮好，要对付迄个臭查某吼，应该是无问题啊。悟空的功夫是袂歹，不过悟净呢，功夫也无好，人又搁刁滴，万一若是中到铁线公主的圈套，你要哪对得起家己的良心？师傅啊，我也无叫老三去啊，伊是家己吼爱食搁爱缀咯，迄若出代志吼，迄袂当怪我呢。我晕车了，我晕车了。悟空啊，你平安顿啊，哪来芭蕉树？师傅，你是莫欢喜，芭蕉树哦，还袂招着。安尼无要紧，无要紧，你平安顿啊，为师就真欢喜。是不弟啊？你别遐创啥？出来！老三敢有倒转来啊？大师兄，你原谅我这届啊，我毋是故意要出卖你的啦。你出卖我？是啦，大师兄，我是不得已的啦。迄是铁丝公主吼，逼我啉毒药啦。讲吼，若是无骗大师兄去吼，伊解药就不爱互我的。好，原来你早就知影铁丝公主要设计害我。好啊，你这只死肥猪啊，真正是饲鸟鼠加布袋啊！原来你串通王要来设计害我你。大师兄，我知影我唔对啦，你原谅我啦。你当作你比迄师傅后壁，我就无法度啊！我。大师兄，大师兄，悟空啊，八戒就知影伊唔对，你就原谅伊一摆啦。原谅伊，师傅啊，即马老三唔知叫芭蕉是一直飞去倒位去啊？拢嘛是只只死肥猪害我。大师兄，我只有讲要害你，我无讲要害老三啊。毋是家己哦爱哭甲爱缀咯，真哪会当怪我？吼，你讲你要害我，你这。大师兄，师傅啊，你快大师好啊，悟空啊，代志都已经发生啊。就算讲你将八戒吼甲拍死嘛无路用，即马上重要就是要赶紧将悟净找回来啊！哼，这条小我先甲你会记的，我即马要去借芭蕉树，你哦马上将老三找倒转来，上好是平平安安找倒转来哦，若无我就抓你去火焰山烤乳猪。哦。
像慢慢放开阮心爱，是无情的命运来拆散咱两人，无奈的路，敢是天安排？过去甘着用目屎，一点一滴甲期待，将心痛好做才应该。冤甘将你的痴情牵落海。我不知等待，是希望也悲哀。请你着相信我，袂予你受伤害。今夜的梦只有在明日的路走出未来。你的情深藏心内，无论海角也天涯。希望咱的情在花花世界，永远是阮最爱。雄雄路一阵西北风，害我要啥物也无路。压甲规身躯胆高高，也毋敢小瞧，我惊伊胆无。雄雄路一阵西北风，不知这阵伊地倒。等待的滋味虽然艰苦，不敢放开南雨，我甘愿等无。好啊好，敢会当慢车路，才袂来耽误阮爱的前途。车踏车，喇叭声满过路，害阮听无伊的脚步。爱情路毋敢艰苦，阮甘愿寂寞。因为有你藏在我无口，情予你敢看无，阮心肝连锁。我苦我苦，牵手这步。在雨中为你拼命赶路，望你小心脚步，奈何时间像骨在锁。两步转做三步，无聊当作散步，若是爱情注定着奔波。我让你用爱等路，你为我用心赶路，我放你用爱等路。你为我用心赶路。我个啉哦，10按8按哦，你免惊讲我会酒醉啦。来，古大王啊，哦，你是条厉害啊！我今日徛到囝仔，甲你倒酒吼，今日哈个酒气哦，吼，中咧人。来，这，老帅啊，我应该吼好好甲你说一下，若无你跳出来吼，叫我牛马王落去跳舞，我一世延命哦，我一声大乌有去啊！对于今仔开始，你就是我牛马王换贴的兄弟啦。以后若伫咧江湖走跳吼，若谁人敢欺负你哦，你就保恁大我的命，我一定哦挺你到底。真实的啊！当然嘛，真实的啊！我甲你讲，你会当伫咧外口探听看卖，我牛马王咧讲话哦，一言遂出，驷马难追，讲话算话。古大王啊，那我先多谢甲你说多谢。哎，你怎么叫我牛大王？你唔来叫我大大，哎，安尼唔对。
大呀，我有说啊吼，用迄支芭蕉是一个飞来到遮，唔知要安怎转去咧？无你嘛派一个人带我转去。啊！你要转去啊？嘿呀！无喏，你无等下陪我大几工啊？大，你慢，咱两个偏偏拢查某人咧，到遮咧讲吹，这若传出去哦，一世有名王有名咧。哎呦，什么吹讲吹？我又不是玻璃。你误会啊啦！我意思是讲吼，你等遮大几工啊吼，咱两个好好啉酒啉哦，爽快。真的哦。安尼袂用的啦。阮大叔兄嘛是有说用迄个芭蕉水，一直唔敢配对咧，我等下看卖啦。哦，迄只狗哟，我掠准想呢。那迄只狗吼，你免替伊烦恼啦。那伊的功夫哦，我知的啦。我无安怎甲压外远哦，伊安尼变的都变倒来啊啦。就算讲有才调人倒转去啦，我嘛是要等甲阮师傅报告一下，让阮师傅才会放心嘛。安尼讲嘛是对呢，无问题啦，无问题。这件代志哦，包在我身上，我的负责哦，亲身送你回去。哦，古大雄啊！大，你亲身要送我倒转去啊？对啊，是阮某甲你一堆遮来啊。我实在吼对你真歹势，所以吼我一定要亲身送你回去。啊，顺续替阮某把迄只狗陪一个啊！啊！破狗，你哪过来啊？哎呦，芭蕉树我都还袂招着，我当然嘛爱来啊！你今日去甲恁公主讲，紧将芭蕉树摕出来招我，若无甲你闹甲鸡犬不离。哼，好大卖走！我叫阮公主出来，佮甲你一好走。嘿。等一个公主出来，佮拿芭蕉树甲一起，我都爱去小须弥山弄一改变。有高兴的啦，安尼一配。嘿嘿嘿，我看你这是安怎下我下叮当？你这死破狗啊哈！你做我甲你下到遐尔，你还搁早通倒啊？我搁伫咧笑，好啊，这个恁做我绝对互你笑袂出来。就是石头逼出来，一定是我芭蕉树下了伤过大力，伊惊到7/3拢走了了，所以变出伊的原形石头。真的哦，公主啊，我看吼，咱就利用这摆的机会，将伊的原形甲毁掉。到时阵吼，就算讲伊的7/3飞转来，那安尼伊嘛活袂起来啊。安尼有理，你听我的建议就对。叫所有的人穿布头剃腿啊落座，将所有的当讲石头家私拢给我拿出来，将这只石头狗，搁予伊水炎炎。是。对啦，公主啊，你嘛忝啊吼，这个代志吼，等下我带处理啦。即马先入去休困一下。这只死破狗，害我呢不敢大粒汗细粒汗，这个形象都破坏了了。你来去补一下妆的。你讲迄个芭蕉树哦，实在是我要忝死。细婆啊，你以后摇一杯啊洱吧，奶茶，我煮嘴打者。
波霸奶茶。好。嘿嘿嘿，你这个恰查某想要啉波霸奶茶，本大生哦，就让你啉一个爽歪歪。哎，公主啊，就问咧吼，你唔知要全糖还是要半糖吼？哎呦，我伫咧减肥啦，当然嘛是爱半糖。半糖搁减一丝丝咧，一丝丝啊！我知啦，等一下吼。好袂啦，较紧的，我要喙干死。好啊，来啊！哎呀，好，再来啊！两个你呢？站住！哎，较细点，莫夹着呢。爽！哦，嘿嘿，登录成功。不能人伫咧讲话哦。哎呦，公主啊，哪有啦？搭这也无人啊，哪有人咧讲话啦？敢无？我拄则敢有听到迄只破狗的声哩？哎呦，公主啊，无啦，那迄只破狗吼已经变成石头狗啊啦，哪有可能是伊咧讲话啦？一定是你听唔到伊啦。大概是安尼是。哈哈哈！嫂啊，你无听唔到，就是我咧讲话。破狗，你这死破狗啊！你袂当，你马上搞出来！哎，嫂啊，免搁吹啊啦，我即马在你的巴肚内底啊。你在我巴肚内面，你啥物入面啊？哎呦，是你甲我吞入来啊！啥？我甲你吞入面？哪有？哪会无？你毋是爱喝波霸奶茶吗？我就变做一个波霸本源，互你吞入来你的巴肚内面啊！啥？你这破狗狗变成波霸本源？啊哈！你这太个狗死破狗，你搞出来！嫂，你莫搁怕！嫂，哎呦，我才无遐讲呢，我若搁走出去哦，搁互你压一个，我毋该去小须弥山弄一盖表。准备连巴肚来，那你叫我不去哦，你算什么英雄好汉啊？要是男子汉大丈夫，你就给我死出来！哼，男子汉大丈夫啦，讲歹出去就歹出去啦。好，你不爱出来，就算我比连巴肚来，我都无你的法度。好啊，来呀！煞，你莫伫遐吐啦！就算讲你将肠仔肚拢吐出来，嘛无才调将我吐出去啦。死八嘎！无你即摆是安怎？你怎要出来？你若要我出去哦，足简单嘞，你先叫我拔条线吼，去过来安尼下一个，安尼我就出去。哼！你看你忙啊！算我会死，我无可能将芭蕉线借你。哼，你莫借我，安尼就莫怪我咧你的巴肚内面变鬼变怪哦。死八嘎！你想要创啥？要创啥？我即摆变做一尾僵尸虫，在你的巴肚内面，好好甲你耍一下。嘿。僵尸赶快，行动哦，弄完就就控制呢。哪里啦？哎呦！答对了，来，盖起螃蟹拳，螃蟹一呀爪8个，两头尖这么大一个，脸一挤呀脖一缩，爬呀过沙河。西伯哥，你是先丢狗了啦？你又答对了，阮大想就是要让你钓一只狗啦，起码这步叫做猴子抓师母。起码是瘙痒。
走路。接下来一步叫做狗啊放流。我搞啊！你别安尼啦，我是一个小女呢，你哪样叫我伫个遮放尿？啊，你是破坏形象的了，我以后是要来见人啦。你也会惊破坏形象，安尼上好，你将芭蕉扇乖乖照我，若无我就带你去跳脱衣舞，给人看啦。小心我叫你啦，那个来处理啊无？啊，师傅啊！公主啊，你即摆是最近乱叫了？哎呦，你连一点默契都无。默契？默契啊！我知啦，我知啦。把芭蕉扇摕出来。芭蕉扇。芭蕉扇啊！我来去摕。你还没来哦，不搞。公主啊，来啊！芭蕉扇来啊啦！不搞，芭蕉扇摕出来，你即摆会出来啊？好，安尼好，你目睭开开哦，嘴擘开。哦，目睭开开啦。煞，我已经出来。是无道理。煞的，你免骂吼，尽量骂，骂互伊爽快啦。我即马要来无闲啦，拜拜。你这是无道。我袂记。观音菩萨，请你一定要保庇，保庇我前的平平安安倒转来。师傅啊，师傅，师傅啊，师傅。好，芭蕉扇我已经招着哦。啊，这就是芭蕉扇啊。是啊，吼，只要有这个吼，咱就会使将火焰散火，散好花。平平安安、顺顺利利经过，阁会使继续为西方出境啊。阿弥陀佛。对啊，师傅啊，八戒呢？伊敢有找着老三？哦，够快啦！好热死，师傅啊！哎呦，你免比，老三你敢有找着？啊，伊人呢？无啦，我装头装尾哦，迄大家小巷我拢找过啊咧。啥？你去装头装尾，大家小巷找哦？哎呦你哦，你真是！大主啊，大主啊，我有真久来伫咧找咧，也毋过找无。哎呦，你真正有够讲的啦！老三叫这芭蕉扇哦，一个唔知飞去几十万里去了啦！你去大街小巷找，哪有可能找有啦？淡滴，无要安怎找啦？哎呦，你是猪哦？我本来就是猪啊！哦，嗨，你不要腾云驾雾去找啊！哦，淡滴，我知影，我即摆来去找。别啦！哎，我甲你讲哦，这个就是芭蕉扇，即摆你去将火焰山的火散互花，知影无？准备去找老三。淡滴，师傅啊，这个就是芭蕉扇哦。是啊。奇怪呢，师傅啊，迄个铁扇公主吼，何袂当食大师兄的肉，啃大师兄的骨，啊，因哪会肯将芭蕉扇借大师兄啊？八戒，这代志你就唔免管了，你赶紧摕这支芭蕉扇去将火焰山的火甲下落花。等悟空若带悟净转来，咱就咱继续前往西方。哦，好，淡滴。哇，哪只热啊？一定是吼，我一颗无够大力啊！大，不要给啦！天门教母哦，我飞较悬的，这唔叫做酷酷是真酷啦！
啊，唔过我同我指考证呢。啊，你有手高症哦？安尼我陪较过。哎呦，Oh my God！ 你是要晒不要晒啊？你有驾照无啦？哎呦！你没有驾照是道，你唔知要出来吗？哎呀，不要紧，不要紧啊！吼，我大概拄到伊哦，我嘛是这款情形。大呀，哪岁？嘿，这500年啦，你过得安怎？当然嘛好。我听讲哦，你叫如来咯，你五指山骹，足艰苦的吼。哎呀，过去的代志，莫讲遐济啊啦。中啊，老大，你哪会甲老三斗阵哈？大孙啊，你以后袂记了啦。我迄个芭蕉是一个吼，好甲仔弄着大，若无唔知要飞到什么所在咧。老三呀，这大是我咧叫咧，你哪使我袂叫？你应该叫伊吴大王。老岁啊，我甲恁老三已经正式是结拜啊。你叫大哦，这是正港的。老三呀，算你好教运啦，会使教阮大结拜。后摆哦，不管是南北二路、纵贯线、山线、海线、化水哦，会结东啊。相信我，袂予你受伤。